江南嘅雨總係先潤濕咗烏篷船嘅篷頂，再淅淅拎拎地敲打住青石板，最後先至匯入嗰條貫穿古今嘅修塘故道。喺湖州南側，呢水不僅係風景，更係流動嘅白銀。如果不曾走進呢一座被時光風君嘅小鎮，你好難想象晚清民國之際，呢一度曾撐服住點樣嘅一股富可敵國嘅力量。喺嗰個風雨飄搖、國運晦暗嘅年代，南艮人輕描淡寫咁用動物界定住財富嘅等級，財產達千萬兩，百銀以上者稱之曰長，500萬兩以上者稱之曰牛，100萬兩以上者稱之曰狗。於是喺太湖南岸呢方寸之地，竟赫然走出咗4象、8牛、72隻金黃狗。而呢一句其中最為傳奇、最為厚重嘅，便是嗰支撐起江南半壁經濟江山嘅南征4象：劉、張、龐、顧。呢4大家族嘅故事，並非單純嘅堆金積玉，佢係一部關於絲綢、關於變革、關於守城與覺醒嘅近代史詩。當你漫步喺南圬嘅百間樓，睇住河水中倒影嘅斑駁粉牆，首先要讀懂嘅係嗰2400幾年前便開始喺呢片土地上吐絲結繭嘅蠶。南郊嘅財富係從蠶寶寶嘅口中吐出嚟嘅。呢度出產嘅緝里湖絲潔白如雪，堅韌如金。早喺1851年嘅倫敦世博會上，便一舉奪魁，成為維多利亞女王群收上嘅驚艷一筆。南清嘅商人們正係捉住咗上海開埠嘅契機，將嗰一船船嘅生絲沿住大運河運抵黃浦江，再換回虞山嘅鷹洋與白銀。4象之首嘅劉家，便是呢一股生絲狂潮中嘅弄潮兒。劉登呢一位劉家嘅奠基人，並非生而富貴，卻以驚人嘅商業嗅覺，完成咗從貧寒少年到劉半成嘅蛻變。然而，劉家留俾後世嘅震撼，絕不僅僅係枯燥嘅賬本。如果你走進嗰座佔地27畝嘅小連莊，你會明白何謂鐘鳴鼎食嘅氣度。河風四面，亭台樓閣，隱於古木參天之間。假唔僅僅係居住嘅空間，更係禮教與宗法嘅森嚴壁壘。然而，真正讓劉家超越土豪而喺文化史上留名嘅，係劉鑫嘅孫子劉成幹。喺個亂世之中，當別人忙住囤積金條與鴉片嘅時候，呢位劉家少爺卻喺瘋狂咁散財。佢散財係為咗聚書，佢耗資30萬兩白銀，建起咗一座家業堂藏書樓。呢個係一座用黃金鋪就嘅文化避難所。喺清末民初嘅兵火中，無數珍本古籍面臨滅頂之災。係劉成幹以一己之力，用男聲嘅絲銀搶救咗宋元明清嘅文脈。當你撫摸家業堂嗰早已褪色嘅紅木書櫃，聞住嗰股混合咗樟木與陳紙嘅特殊香氣，你會感到一種悲壯。一個商業帝國嘅財富，最終轉化為對中華文明嘅悲憫守護。劉家之象大在氣魄，更重在民心。如果話劉家代表咗傳統嘅堅守與文化嘅沉澱，咁4象中嘅張家則展現咗南遮人開眼睇世界嘅胸襟與走向共和嘅決絕。張仲賢家族嘅崛起同樣依賴於私鹽，但到咗其孫輩，呢股財富卻流向咗截然不同嘅方向。走進張石銘舊宅，你會被嗰種中西合璧嘅奇異美感所震撼。高聳嘅碼頭牆內藏住嘅卻係巴洛克式嘅立柱、法國進口嘅彩色玻璃以及豪華嘅西洋舞廳。呢一種建築語言喺當時係驚世駭俗嘅。佢無聲咁宣告，南漳嘅商人早已唔再係兩耳不聞窗外事嘅守財奴，佢哋已經嗅到咗西風東漸嘅氣息。而張家更為傳奇嘅人物係被稱為民國奇人嘅張靜江。呢位患有瘧疾嘅青年冇安於喺南寧做個富家翁，而係遠赴巴黎，喺經商嘅同時結識咗孫中山。
佢以偉家孫難嘅豪情，成為咗辛亥革命嘅財政部長。孫中山曾感嘆：自同盟會成立以嚟，此有趙白先之捐助，繼有張靜江之大力籌劃，此刻有際。誰能夠諗到，推翻滿清帝制嘅槍炮聲中，竟回響住南昌緝李胡斯換嚟嘅銀元撞擊聲？張家之象，在於嗰張望向世界嘅眼睛，同嗰粒敢於重塑狂坤嘅膽識。同劉家嘅藏書、張家嘅革命不同，龐家嘅故事則充滿咗藝術嘅雅致與實業救國嘅沉穩。龐雲同家族以絲業起家，而後涉足軍火、地產。到咗龐元濟、來臣呢一代，龐家成為咗中國近代史上首屈一指嘅收藏巨擘。龐來臣嘅虛齋收藏之富，夾於江南。喺嗰個文物流失嚴重嘅年代，佢以商人嘅財力與文人嘅眼光，截留咗無數原本可能流落海外嘅國寶名畫。佢編纂嘅虛齋名畫錄，至今仍係鑑定界奉為圭臬嘅經典。更值得一提嘅係，龐家並未沉溺於玩物喪志，佢哋積極投資民族工業，從造紙到電力，從蘇杭鐵路到麵粉廠。龐家嘅資本如同血液般注入咗長三角近代工業嘅基體。龐家之象，在於構建咗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嘅雙重高度，既有實業報國嘅骨骼，又有丹青互脈嘅靈魂。至於四象中發跡最早嘅顧家，顧福昌家族，雖然喺後期聲勢稍遜於前三家，但佢哋作為南支絲商嘅先驅，最早打通咗通往上海嘅商路，開啟咗南支百年嘅繁華序章。顧家嘅興衰更似係一個引子，昭示住商業競爭嘅殘酷同家族運勢嘅流轉。佢哋嘅宅邸園林或許已不如劉張兩家假般完整保留，但嗰份敢為人先嘅開拓精神，早已融入咗南沙嘅每一塊磚瓦之中。南金嘅四象雖然被冠以動物之名，形容其身軀之龐大、步履之沉重，但佢哋絕非笨重嘅巨獸，相反，佢哋係嗰個時代最敏銳嘅群體。佢哋身處江南水鄉嘅腹地，卻一隻腳踏喺封建倫理嘅厚土上，另一隻腳邁進咗近代文明嘅激流中。佢哋着長袍馬褂，亦着西裝革履。佢哋讀四書五經，亦都學星光化電。佢哋既喺呢一個封閉嘅小鎮裏面修築高牆深院，又喺上海灘嘅十里洋場呼風喚雨。呢四大家族嘅財富積累，固然有剝削與壟斷嘅影子，有舊時代官商勾結嘅陋習，但喺歷史嘅洪流面前，佢哋所做出嘅選擇，卻讓呢筆財富擁有咗超越金錢本身嘅重量。佢哋修橋鋪路，興辦義學，資助革命，搶救國寶。喺近代，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嘅陣痛期，南聲四象不僅僅係經濟上嘅巨閥，更係文化與社會嘅緩衝器與助推器。如今，當你企喺南漳嘅河岸邊，睇住遊船劃破平靜嘅水面，嗰啲曾經堆滿銀箱嘅碼頭早已空空如也。劉家嘅藏書樓已化為公共嘅文化遺產，張家嘅豪宅迎接住絡繹不絕嘅遊客，龐家嘅畫作分散喺世界各地嘅博物館中，顧家嘅往事化作咗老人們口中嘅傳說。咁數以千萬計嘅白銀早已喺歷史嘅煙塵中消散，冇邊個家族能夠永保富貴，冇邊座金山能夠萬世不移。然而，當你細細品味呢一座古鎮，你會發現四象並冇真正消失，佢哋化作咗南秀獨特嘅氣質，一種不張揚嘅奢華，一種見過世面嘅淡定，一種中西兼容嘅包容。呢度嘅每一扇精美嘅木雕窗簾，每一塊進口嘅彩色地磚，每一本發黃嘅古籍，都喺度低聲訴說住嗰個波瀾壯闊嘅時代。南錦不同於周莊嘅商業喧囂，亦不同於烏鎮嘅戲劇化重塑，佢保留住一種從容嘅貴族氣。呢個氣息正係來源於四象百年嘅浸潤。歷史喺呢一度並冇被簡單嘅翻篇，
而係好似呢恩塘河嘅水一樣深沉厚重，靜水流深。嗰個四象並起嘅時代結束咗，但關於財富如何轉化為文明，關於商道如何兼濟天下，關於個人命運如何與國家興亡相連嘅思考，卻永遠留喺咗呢片土地上。夕陽西下，金色嘅餘暉灑喺百間樓嘅屋脊上，仿佛又係當年嗰滿船生絲換回嘅黃金。只係呢一次，呢個光芒不再屬於某一個家族，而係屬於歷史，屬於每一個駐足凝望嘅人。南錦四象終究從物質嘅巔峰走落嚟，走進咗歷史嘅深處，成為江南文化版圖中四座巍峨嘅豐碑。任憑風吹雨打，沉默不語，卻震耳欲聾。